呢？啊，东去啊！啊！我要拍下吃龙果了。辣灰，辣灰，你家呢？凊彩啦，恭喜！爸爸，真难安尼，拜拜哦。我是阮的。大记是一个就严肃的。有时候刚有，无啦。好，谢谢。你拢袂感觉有大发生哦？家己做会当决定你想要订也是安怎？我介意阮家的豆腐是因为伊无一个味。完蛋了。欢迎收看《修情的迄一天》。